一会吼，那今日拄好是母亲节，就这机会，我拿咱在座所有伟大的妈妈，祝你们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即间伫医院吼做改了做个家己吼，那伊家己长，咱鹿港中央教会都非常大我支持。我嘛要答咱所有的遮兄弟报告，伫我进入这2年内底吼，咱鹿港有真大改变。当然改变是改变好，是改变歹。咱鹿港观光客加超300万进度，咱鹿港达中央政府的经费吼，透过咱对民府县长达中央的经费，咱7到60亿的这个经费，要打造鹿港属于国家历史的这个风景区。所以咱鹿港未来这5、6年内底，咱鹿港的真大改变。超过有港到即摆有8亿的这个这个经费都开始突破啊。所以咱鹿港吼即摆2月吼，还是讲咱的这个好多宾馆咱这个饭店咱这个民宿上有够济，加上咱鹿港吼夜间农庄带动夜间的一些观光。所以这是要甲咱所有的这兄弟吼，甲咱我所有店面报告，咱鹿港已经开始要起飞啊！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就是要做咱台湾上解有文化所在。以后国外来到咱台湾，要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我来咱鹿港。所以咱鹿港以后是要变做敢若是日本的这个好多京都安尼。今仔日是咱的这个聚会，今仔在厝祝咱家母亲吼母亲节快乐！嘛感谢大家过去对我的这支持。那我到今年12月1日我就要卸任，我就要落任啦吼。伫我落任之前吼，因为要延续我的服务，我特别甲大家介绍我爱看手的吼，姚妙月吼，他这个是吼。做参观当议员，最主要就是讲要延续这件之前做议员、做研究服务的这个线吼，希望大家有开一个机会。有立场的，我就叫互伊；若无立场的，咱就两边去支持吼。再次祝大家平安，咱就谢谢。馆长加馆长夫人吼，有店长吼，我一定来提升感谢吼，你今年来对讲王的心如同垄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上帝。互咱知伫世间，咱就是爱遵从在上位的国家的管理。检采你是对伫政治有无共款的立场，也是有无共款的失望的看法，总是伫圣经内底的教导，就是当做官的，咱就是为伊的上帝，的确会享受因有智慧。特别我知影庙院这个我们的镇长夫人魏敖其实魏敖都无人咧替伊的夫人的那个家里面有人已经信主所以嘛有安尼透过讲牧师你著爱替伊的对无？是无？到大家知到大家知嘿，信仰所以咱即时来为着咱的店长甲店长夫人。为着因来祈祷，5月到12月这段时间继续伫这个中间为民服务上帝伫遮会看到享受那个治理管理地理管理的这款的智慧享受互因好咱享受互伊要送互夫人啦伊讲一个要送互牧师安尼。咱举起咱的手，好无？来，恁两个牵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起立，恁的手就是举起来，向着我们的，你们不用，你们就是这样领受，这样领受，牧师传令，咱来为着咱的镇长夫人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阿乐你的名，主啊，你互阮伫鹿港这个所在。
也有遮尔啊愿意来服务正人的镇长伫阮的中间。主虽然伊92月总是伊过去所做遮的，主你来纪念伊的着外，伊所付出的。当也毋嘛，伊的太太会当继续来服务。主啊，无论头前的路障安怎艰苦，主求你保守因的心，就是一个为民服务的心。有主你所赏赐的智慧，管理治理这个地上。因为治理管理这个地上，互这个地上的人类，互这个鹿港要诚侪一个文化的所在，互这个鹿港的文化是一个水的文化，是一个会当吸引人，是一个清气的文化，是一个甲天地三连的文化，是上帝你所创造，要互人伫这个中间好徛起的文化。愿主你亲自来掌管、来带领，也互鹿港的未来。伫政府的内底，要安怎来发展？要安怎来经费遮下？你家己来裁遣人才，参与伫这60亿内底的所有的决策，也互阮所有鹿港的百姓伫遮，阮的心更新变化，阮的心要看见主咧行奇妙大代志伫阮的中间咯，主阮欢喜感谢。伫你的面前献上祈祷，也将阮镇长甲伊的夫人交托伫你的手，互因认捌你的道路会当通透，互因会当对上帝你遐领受恩典满满。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兄弟姊妹请坐，咱搁一遍感谢咱的镇长哦，用歌唱